宜兰上好食是啥物猪？乌毛猪。乌毛猪，嘿，伊的是乌毛猪，我的是乌毛猪内底劳斯莱斯猪。我不用讲啊！嘿，劳斯莱斯猪，啊，拄啊老师讲食肉食三层，阮即个战斧猪排，伊嘛是有三层的部位伫内底，所以你嘛会使食到皮，食到 Q 的，食到瘦的，啊，食到伊的气味。啊，阮这猪，伊毋是食普通的饲料。伊是食巧克力甲起司大汉咯，安尼咁好势。所以我就讲是劳斯莱斯，啊，你看老师，你这，你讲啥？你搁讲一摆。安尼咁好势。好是啦。啊，歹势啦吼，先牛丸啦吼，你看伊这色水吼，这个油，吼，啊，搁这个肉，这金细细，这吼食到回不去，无法度搁转去食一般的猪肉。吼，我甲伊煎甲赤，用简单的盐给调味一下。啊，加煎安尼赤，你看这色水安尼啊，这咧切落来会使食到 Q 的，食到瘦的，啊，这搁较食爱食搁较瘦的，这嘛有，